為咗鼓勵直銷商嘅傑出成就，安理每年都會喺海外不同地方舉辦旅遊研討會，直銷商可以同志同道合嘅朋友交流業務心得，又可以輕輕鬆鬆享受旅遊樂趣。多年嚟，我哋嘅足跡遍佈全球，我哋嘅笑聲響震華語。上有你，依靠扶持，同坐新高峰。